黎巴嫩发生爆炸案，这个 BB 扣传出是来自台湾的金阿波罗公司。当事长口称讲是赶紧出来赔货，讲伊干那授权予匈牙利的厂商 BAC 来大牌，毋是台湾制造的。咱的外交部嘛讲，咱台湾并无直接出口这款 BB 扣去到黎巴嫩。不过检方是认定这牵涉到咱国安的问题，所以有主动分案调查。今仔日嘛有约谈口称讲。检警伫19早起到台湾的金阿波罗公司，因为黎巴嫩传出 BB 扣集体爆炸，造成上千人死亡，震惊国际。外国媒体第一时间报道，讲这款 BB 扣是来自台湾的金阿波罗公司。当事长柯清光否认，强调是授权予匈牙利厂商 BAC， 也就是大百货。因讲私人地检署认定是国安问题，已经主动分案调查。19早起约谈柯清光到案说明。台湾并没有直接出口该款呼叫器到黎巴嫩，且该款呼叫器内结构包括通讯接收天线、微处理器晶片、通讯解码器、主机板、显示器以及一颗3号干式碱性电池，并不具备爆炸造成死伤的可能性。外交部回应讲，经阿波罗自2022年到2024年8月，出口26万套的 BB 扣，主要是出口到欧美国家。并无直接出口到黎巴嫩。BB 扣的内部结构是无有爆炸造成死伤的可能性，国际之间也正重视。金融时报报道 ，BB 扣伫咧欧洲或者是中东组装，也毋有可能使用台湾或者是中国的零件。我想中共当然会借此机会在中东地区来去见缝插针，来挑拨台湾跟中东其他国家的关系。这些大宗的商品不能够全部都把它归咎于一个国家。来去支持或者是反对另外一个国家，那这些通用商品本身就存在于市场。我们必须要求政府部门也应该要对外对世界说明清楚，中华民国绝对不支持任何的暴力攻击。台湾讲入去黎巴嫩爆炸案，就惊讲互台湾变做中东战火的焦点。国安团队进一步追查发现，代志发生了后，伫社群平台有真侪大文，想要甲台湾甲爆炸案做连结。因那发文的 IP 是来自境外，怀疑背后是中共伫咧进行认知作战。加害者是谁？应该倒不至于导引到台湾这边来，因为台湾本身是一个相对中立的一个技术跟器材，而且并不是列为原来出口管制，并不是违法出口的。李伟认为，网络谣言是不应该相信，才会及时向国际澄清，也要加强治安规范。学者分析。自第一个层面来看，台湾甲黎巴嫩中东冲突是无伤过大的连结性，应该袂变做被点名的报复对象。这么上重要的代志是，找出涉人甲 BB 扣改做炸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